今次嚟到另一間有名嘅法國餐廳 Temptation。入面環境裝修係宮廷式。今次試佢哋嘅 lunch。價錢會平啲，係150萬 BND 4道菜。先來一籃子麵包，嚿牛油幾好食。嘢飲先上，叫咗杯越南啡。人哋食全餐道菜有啲花巧嘢玩下。首先嚟個前菜，係一個遊樂場主題。有鵝肝多士、凍番茄湯、泡泡蛋、前菜牛塔塔沙律。呢度普普通通。主菜牛配薯蓉，個薯蓉真係好香口。甜品係呢個生果泡芙，冇咩特別。最後有啲驚喜，有個甜品寶盒，入面每層都有精緻點心。今集就嚟到呢度，如果鍾意我嘅片就請你 subscribe我。